大佬，邊個話去旅行一定要身水身汗呢？今次嚟西貢唔做特種兵，唔食街邊檔，呢趟行程純粹為開心埋單。一落機絕對唔住連鎖酒店，俾我海到呢間收埋喺市中心嘅寶藏 Silverland Mine， 個 design 完全生喺我嘅審美點上。頂樓嘅無邊泳池同酒吧 ，OK 呢個先係西貢嘅正確打開方式。晚餐實要係呢間新晉網紅 Belly Button。環境超級 chill， 主打一個 brunch all day， 夜晚過嚟飲一杯微醺嘅感覺啱啱好。兄弟們衝啊！夜晚去邊 ？Oculus Bar， 一間設計成眼睛嘅酒吧，每一杯都係藝術品，出片率100%，手機記憶體同我清好位啊！第二日拒絕人逼人，我哋唔行博物館，我哋去睇展 Gallery Queen 越南當代藝術，比打卡遊客想有品味多啦。晏晝餐食啲唔同嘅 Lupin Bistro， 一間超正嘅法式小館，聽我講一定要食燒雞，唔好食你返嚟打我。下晝一定要安排一次正宗嘅粵式 SPA， 由頭到腳嘅 massage， 將一身嘅斑味同我一鍵清除。夜晚去食一間將越南菜玩出花嘅餐廳 New Kitchen and Bar。環境、服務、菜品全部在線，信我，同女朋友約會就嚟呢間。到咗第3日嚟西貢，點可以唔飲咖啡？去第二棍嘅 Levia Coffee， 工廠風，空間超大，自己紅頭，專業嘅人做專業嘅事。晏晝餐就喺第二棍搞掂。3059，一間西班牙風格嘅小館，環境超正，最啱同閨蜜邊食邊傾，成個下晝八卦。下晝返到市區去行下嗰啲收埋喺法式別墅入面嘅賣手店，好似 L 先咁，總可以執到啲令你尖叫嘅孤品。傍晚去 Sun Wine Bar， 一個可以睇到絕美日落嘅天台酒吧，叫杯紅酒，睇住個太陽喺你嘅酒杯入面慢慢落山，呢個畫面我真係記一世。最後一日唔校鬧鐘，瞓到自然醒，去 Godmother Bake Brunch 食一餐何朋友圈會俾人問爆嘅 brunch， 食飽飯再去飲杯咖啡，跟住從容咁去機場。呢趟旅行唔為打卡，純粹為開心。